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看到前面有困难，我们的直觉反应是什么呢？冲过去吗？还是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个想看卖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有太多的时候，我们遇到新的状况、新的情况，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自己。怎么预备呢？在约书亚他带领百姓，他们要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吩咐百姓说：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哇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自洁。自洁这件事情是我们到神的面前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第一步。然后呢，这位上帝要给我们有新的策略，我们自己也要有新的委身，还有新的信心跟新的期待。那么上帝就在带领我们突破那个困难。我们看到那个影片，很多位青年他们一一来突破，他们经历在他们生命当中那个神迹奇事，就是经历到上帝的改变。好吧，我们来感恩，在我生活中神怎么行了奇事在我的当中，让我更知道更认识上帝，也认识自己很需要这位上帝。恳求主也帮助我自己参与在神你所行的奇事当中有份哦。家庭我们也一起来分享神曾经在我们的当中行神迹奇事的美好经验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